我觉得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犯罪被害人的这个无助和无力，然后以及国家是不是应该要来做这样的责任，我们都觉得是很明确的。只是以现在来说，犯罪被害人的补助或是协助，其实都还蛮不到位的。然后我们很希望说，透过这样公听会，大家能够更清楚和更清楚的来讨论说这些目前的不足，以及说在法制面上有哪些需要补足或修正的地方。就今天主要公听会是在讲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和协助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聚焦在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犯罪被害人的这个无助和无力，然后以及国家是不是应该要来做这样的责任，我们都觉得是很明确的。只是以现在来说，犯罪被害人的补助或是协助，其实都还蛮不到位的。然后我们很希望说，透过这样公听会，大家能够更清楚和更清楚的来讨论说这些目前的不足，以及说在法制面上有哪些需要补足或修正的地方。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会议，那因为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等等的，其实相关部会的人来的都蛮齐全的。然后我们很希望说这样子的讨论能够更清楚的来说。那至于社会安全网的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比如说，如果各位有关注说我们在卫环委员会的咨询，其实我们一直有针对这个身心障碍者或是精神障碍者，甚至是校园端的等等的这些教育部分，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从前端来做协助。所以这部分也是我们会持续努力的这一块。法务部的部分，我们比较目前没有相关的得到真实的回应，但是我们有在跟卫福部这边有相关的信口司这边有做一些比较多前期的讨论，以及说这个资源和人力的分配等等，还包括说社安网的2.0是不是能够，因为社安网现在目前是到今年会结束，那刚卫福部的回应是说2.0会再继续的启动，然后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希望2.0的部分能够针对这个前期的社安网的协助，以及这些精神障碍者等等这些弱势，我觉得当然不只有精障者，还有这些所有的弱势，我们都应该一起来努力。希望能够更往前端啦，因为我们其实有一直提到说，预算经费等等，其实都在后端的部分，就医端目前都只有主要协助在就医端之后，但是其实社区的协助以及社区的照顾，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的咨询，就是不管国内或国外，其实专家学者都很认同说，这个精神障碍者他们需要协助，不是只有药物，不是只有就医，而是前端整个社区在稳定期之后的这个长期的协助，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这部分我们应该更着力去做。因为您之前有提到说，那个案子希望说他处极刑，可是我不知道你会觉得说，现在台湾的对死刑的案件的认知上，好像都是一直在考量2公约人权，所以说变成说有些东西判不下去，那可能也判了刑也做不下去，执行不了，会有这种情况。针对个案的部分，我们大概声明都讲得很清楚了。那我觉得剩下的部分，这应该是由法务部来回应，我觉得是比较妥当。您有什么想跟法务部讲？我的意思说，竟然这个，因为法务部是执行嘛，那你判刑这一边毕竟还是法院这边去做决定的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都在之前的审理的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都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意见。我想法务部或是法院端其实都应该很清楚我们的诉求。谢谢。